有咧洗厝的拢知影，这有的电费钱毋是直接纳入台电，这厝头家看电表来算钱，电一度拢是5块咧起跳，变若热人是会收搁较贵。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咧，行政院的消保会通过新版的税厝契约，台电销单是偌济钱，厝卡就落偌济，厝头家袂使搁加收啊。预告7月中开始施行。 天气真热，真侪人一转去厝的第一个做的代志就是开冷气。不过做厝的人就无一定，考虑到厝头家定定超收电钱，甚至团讲最近电钱起啊，厝头家要甲每一度电调到1度7块。为了要防止乱象，行政院消保会伫顶礼拜5审议通过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，以后厝头家收到台电的销单，偌济钱就即个人向厝卡收偌济。 电度数来计算电费的话，每度电价将不可以超过电费单上的当期每度平均电价，会预计在7月中旬正式上路。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有3点修正，用电度数来计算的，不应超过当期每一度平均电价；那毋是用电度数算钱的，就不应超过每一支电费的总价。 厝头家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，厝卡也让家己向台电查询讲电偌济钱。以后若是厝卡拄到超收电钱，会影向行政院消保会提出申诉。民间团体认为，那伫规范出发点正好，不过实际伫咧执行时阵恐惊困难。房客要不要这件事情跟房东翻脸？那翻脸的部分，也许你可以争到的权益，可是你就不要住了。治标不治本，政府应该想办法去面对，如何赶快让台湾的租屋市透明化。 平阳凯讲，厝卡会让主张款息，不过厝主若是不爱照去做，甚至不爱搁做啊，会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要解决租厝市场的争议，就要对市场公开透明化来做，和政府会让有效来管厝头家，达到减少纷争，维护厝卡厝头家上边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